以下嘅片段係簡介入學手冊嘅內容，請家長及同學仔細閱讀。第一部分約章，請各位翻開手冊第2頁，入面有一份約章，請各位家長同埋同學仔細閱讀入學手冊之後，喺約章上簽署，為新學年作準備。第二部分本校概覽，請大家打開第3至6頁學校概覽嘅部分。入面有本校嘅辦學宗旨、教學語言同埋圖書館嘅資訊等，請各位自行詳閱。大家需要特別留意以下項目。第4點，課堂時間，部分日子會採用特別時間表，放學時間可能不同。第5點，午膳安排，本校規定全體學生留校午膳。同學可以喺學校訂飯或者自備午膳，午膳時間不得外出。第6點，校服和運動服，本校校服以樸實和整潔為準，家長可以自行到2間有關嘅校服公司訂購，詳情可以參閱第9至10頁有關嘅資料。另外，學生必須按照其宿舍購買體育服，分寫結果將會喺8月14日公佈。冬季運動服只有豐昌順沙田有限公司發售，中一新生需要喺9月21號前做好冬季運動服。其他冬季校服訂購安排，請留意開學後宣佈。第7點，運動校隊選拔，所有中一學生必須穿着小六嘅體育服，於7月15日回校參與選拔活動。女生於8時30分回校，男生於10時回校。請自備飲用水。如教育局宣布停課，選拔將會取消。第8點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，所有中一學生必須於7月14日上午8時40分至12時30分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。同學需要自備文具，於上午8時40分前到達本校禮堂，按照入學手冊上嘅編號就座。如教育局宣布停課，請留意學校網頁嘅最新安排。第9點，8月10日至28日，新生需要參加暑期課程，時間為早上8時50分至中午12時30分。第10點，8月22日星期六舉辦迎新日及新生開學日，請同學及家長準時出席。第11點，開學日期9月1日為全校開學日，上課時間為上午8時55分至11時。同學當日只需要帶備書寫用具回校，不必攜帶課本，並穿着整齊夏季校服。9月2日至4日為正式上課日，上課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時15分。請同學帶八達通卡登記，以作點名及交費用途。9月7日開始全日上課。第12點，拍攝學生照片。9月3日，攝影公司會為全校學生拍攝數碼照片。如果要沖印，每打照片收費12元。第14點，千日耕耘萬分收穫計劃。為了啟發學生規劃人生嘅觀念，認清自己嘅人生目標，並且喺生活中實踐，我哋鼓勵同學喺中一入學時，每日儲蓄4蚊零用錢，作為高中大型課外學習之用。希望透過大型嘅學習計劃，加深學生對國家嘅認識同埋歸屬感，達至本校弘揚中華文化嘅辦學宗旨，豐富佢哋不同嘅學習經歷，擴闊視野。第16點，家長請喺智能手機下載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， 以查閱及回覆回調。應用程式可以喺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Store 或者 Microsoft Store 下載。8月22日新生開學日當天將派發登入戶口及密碼。第17點，國際認可資格計劃，所有學生必須要喺畢業前考取國際認可嘅資格。詳情請查閱學校網頁。第3部分，申請學生資助。有關申請學生資助嘅事宜，家長可以翻開第6頁，詳細閱讀有關內容。如有疑問，請直接致電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。第4部分，購買暑期作業。
為了鞏固學生中英數3科嘅能力，請家長於7月9日至10日為子女購買暑期作業。有關資料可以參閱第6頁。第5部分暑期項目，8月10日至28日，學生需要參加暑期課程。有關中一暑期課程及勇闖新挑戰嘅課程安排，請翻開第7頁。所有升讀本校中一嘅同學必須參加於暑期舉行嘅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科學、圖書館課及勇闖新挑戰青少年培育計劃課程。不同班別會有不同上課時間，分班時間表將會喺8月10日第一堂公佈。有關中一迎新日嘅安排，請翻開第8頁。所有中一嘅學生必須出席8月22日星期六嘅迎新日，時間係上午8時50分至下午1時。本校將會幫學生代訂午膳，學生請自備飲用水。同日下午1時至4時15分會舉行新生開學日，請學生及家長準時出席。已經訂書嘅同學，請於當日帶備環保袋、訂書單、付款單及收據回校，屆時書商會派書。第6部分校服箱資料，請翻閱第9至10頁。第7部分各項費用，有關各項費用請翻開第11頁。同學需要於7月9、10日註冊日繳交420元，其中387.9為保費、手冊、學生證、家長教師會及英文報紙等費用，32.1為8月22日中一迎新日費用。第8部分重要日期一覽表，請家長和同學翻開第12至15頁，留意重要日期。第9部分推薦書目表，本校非常着重培養學生閱讀興趣，學校期望學生於中一年度內能完成閱讀以下課外書本。同學可翻開第16頁閱讀有關內容。第10部分家長請下載 eClass Parent App， 登入名稱及密碼，將於8月22日新生開學日派發。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中學生活。多謝收睇，再見。